逆境嘅時候呢，你要自己呢問自己嘅條件夠唔夠？當我逆境嘅時候，我認為我夠，因為我勤力，我肯用毅力，我肯求知，肯建立一個事業。細佬哥嗰段時間係好辛苦，你冇一個人可以俾你講，你唔通寫信同媽媽講，絕對唔會。一生之中呢，任何唔得嘅事，永遠唔好冇同媽媽講。當我爸爸過生日，佢調轉嚟，佢冇嘢可以同呢個仔講，佢變咗問啊，你問我有咩事可以同佢講？我同佢講得好有自信，安慰佢，我哋一家一定好。14、15歲識得做嘢，冇錢買書去買舊書，只要一本詞去，一本嗰啲老師教學生嗰啲課本呢，我就可以自修。舊書睇完，我又再去買咗本舊書。無論嗰個工作係比較低微都好啦，都係盡量使到個工作做得好，自己學能提高，投入好緊要。你要對你嘅事業有興趣。今日你對你嘅事業有興趣呢，你一定就可以做得好。Olympic 咁樣，1、2、3、4名，雖然個第一嘅跑第一，但佢贏過第二或者贏過第三，就係個少少，可能唔夠1秒鐘就係贏噶啦。咁個理論就係，你呢睇嚟係蝕底嘅事，往往呢變咗非常着數嘅事。當香港經濟低潮，個信心低嘅時候，我調轉嚟，我將我多餘嘅資金，我買咗唔少地產，呢個係我嘅決策，即係喺最唔好嘅時間，好大嘅空間，差唔多每一次我都作出大量投資。過去同埋現在嘅政府，從來未曾有一絲一毫俾我特殊嘅權利。但係呢，政府係有責任嚟到增強香港同埋國外嘅投資者嘅信心。到你間公司大咗呢，要令到啲員工有歸屬感，令到佢安心，呢個好緊要。所有啲幹部啊，同我嘅關係非常好，好開心啊！最簡單係知人善良，但你原則上呢，一定要令到佢有一個歸屬感，佢喜歡你先。一個集團軍個統帥，你唔通攞支機關槍，你好過嗰個機關槍手咩？你去炮兵嗰度，你都未必及得嗰個炮兵。你總司令你唔會管嗰啲，你只係懂得咧呢個弘揚嘅戰略係點樣。另外，我係靠一個制度，而重要嘅決策呢係要經過香港同意。喺一個富家嘅子弟溫室長出嚟嘅植物，你無論大樹好咩好，個根一定唔係好強。再放縱佢一啲呢，佢將來佢一生辛苦，有咩打擊，有咩逆境嘅時候，佢唔能夠應付。你喺山上，你試下喺沙石長出嚟嗰啲細細棵嘅樹，你去掹嘅時候，你幾能掹得佢出嚟？我相信呢，依家所做嘅可以令到香港人同埋整個中國可以好多啲機會投資喺外邊，擴充到全個世界。